冒着泡泡，糖汁散发浓郁香气。边煮边搅拌，让每颗花生都饱含糖分，是温光式独创的花生糖做法。我们的从生的开始煮到熟的，所以这个香味都在里面了。麦芽糖浆或者花生颗粒煮到呈现金黄色，已经接近完成。看来简单，其间的秘诀却花费温光室毕生心力。最主要是比例活这样子。老板说不可说，也不可以问。这个上面机密的，点到为止。为了做出好吃的花生糖，温光室舍弃便宜进口原料，选用名气响亮的北港花生，颗粒虽小，却香气十足。仔细监督员工挑选，看得出他的坚持。台湾的花生是最好的花生，比较香。大陆很多啊，大陆一斤才8块钱。对啊，那大陆花生1斤8块，台湾的要多少？台湾现在这个差不多将近60块。哇！为传统产业导入品牌概念，文光志成立花生糖的形象店，努力推广好吃的花生糖不粘牙、不腻口，更不怕顾客比较。吃花生糖啊，大家真的最怕粘牙的问题。这个不担心啦，不是少啦，不是少，哎，不是少，不是少。